上，你敢不知？在家好庙啊，对你的疼惜，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要用带我经叫帝王里，全靠你家照即马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受礼仪，安怎？插在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新平，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期，无无把我坐到位，将位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礼，我单独一人上去跪，并为我过爱轻视你，骂你心命不知礼教廉体。你敢骂我唔知礼教廉体？我单单要抗你，倾吐圣贤诗。我招你立功享富贵，你我唔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枝，你唱了迄手机，唔通伤看重你家己，总只件检讨是一回。哎呀！欢迎我们的 F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呢，我还在尝试用不一样的方式，以及呢，用不一样的麦来做直播，所以说呢，声音上呢，我还在做一点小小的调配哦。所以说，如果有什么小小的意见呢，欢迎你们跟我说一下哦。比如说，可能大小声的问题，甚至呢，等等之类的哦，记得要跟我说一下，因为呢，我自己也还不太清楚哦。欢迎我们的 F 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记得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晚的8点钟都会上线跟大家聊聊天，不管戏曲小知识、生活小知识以及书籍的小知识哦。我叫做钱蛋雨涵，钱蛋是一个名称啊，钱蛋是舞台上呢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我本身叫做雨涵，姓郑哦，郑雨涵。昨天呢，我们节目最后呢，有我们这个阿仁哦，这个大陆的福建的朋友上来我们的广播电台哦，也非常的欢迎他哦。经过我们线上朋友有一个小建议哦，也就是今天的主题呢，这个主轴叫做听众选择题哦。有听众呢跟我小建议说呢，建议呢可以像昨天这样子哦，一段来说台语，一段来说国语这样子的交替式的呢，也让这个不会台语的听众，甚至呢不熟悉的听众呢，也可以交替的来做聆听哦。所以说就是有朋友呢听众朋友在这样子做建议。如果呢有什么小小的问题，或者是呢有什么想跟我建议的呢，欢迎你们跟我建议一下下咯。首先呢，节目一开始一定都会唱一首叫做《都马调》。
今天这样子声音还行吗？我也来偷听一下下哦，因为呢，再做一下测试哦。今天很难得呢，换成这个手拿式的麦克风呢，我也还在做尝试看看，调配一下，看在这个几度的时候哈。来，我们先来听一下都马调这首歌曲哦，也是在唱我们电台的歌曲，去拐外刮属去对啊哈，没关系，我自由发挥了啊。来，欢迎聆听这首都马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心惊惊。天大鼓喊广播互恁听，祝恁大家今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线上朋友呢，不管你是第一次聆听，还是聆听过很多次的朋友哦，都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以及分享起来哦。我们每晚8点呢，在线上 YouTube 频道呢，跟大家做相见面，跟大家聊天哦。当然了，今天已经来到了第33集了。所以说呢，有听众朋友在建议哦，我们每天呢都讲一点这个台语啦，穿插国语啊，做一个翻译这样子哦。当然哦，听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说呢，今天的主题才会打说这个听众选择题。在我刚开始哦做起这个频道的时候呢，其实哦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频道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多人的这个订阅哦。我们现在已经来到127人的订阅哦，也有这个新加坡人，也有大陆人，以及这个日本的朋友哦。这个 ICE 大呢说呢，你跟我前女友的名字一样哦，笑一笑哦。这样子哦，你会不会有点恨我？你们是和平结束还是闹翻的结束呢？应该是和平的哦。如果和平的话呢，欢迎你常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这个点蛮好笑的哦。等一下呢，跟大家哦再来说一下这个今天发生的一个好笑的故事哦，也是有关于台湾国语的。但是不是我个人哦，先说一下，因为哦，昨天是这个台语电台哦，有点台湾国语一下哦。来，我们 F 大说呢，第一次听好好听哦。你是说这样子的麦这样子的设备吗？哦，是这样子吗？如果说换成这样子的设备很好听哦，当然我们之后呢就尝试这样子做做看。还是你是说呢像昨天这样子讲台语之后呢翻成国语，讲台语之后翻成国语，这样子的做法也不错呢。线上朋友也欢迎呢提供我一些小小的意见哦，让我知道一下哦，感谢你们。我最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为什么呢？都会来线上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因为呢我自己呢在聆听这个监听耳机的
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买的监听耳机比较高级一点点啊，所以我自己聆听到的声音呢会有稍微的修饰，不一定是像我们这个平板或者是手机所放出来的声音这么的就是直接放出来的声音哦。那我的耳机里面是有点修饰的声音呐，所以说呢，当然跟你们聆听到的声音会有点点小小的不一样，所以才会呢一直来询问我们线上的朋友。当然说到听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说呢，每一次的主题我都很用心的来做筹备。那像是呢，今天也有跟这个日照中心来做讨论，他们说呢，想要做这个期末的一个展演呐，说这个岁末年欢的展演哦。那我就又想了一想啊，我想说，这样子也不错哦。如果说呢，他们想要来做这个岁末年欢的展演呢，那我们就要开始排这个课程啊，不能再照我的方式下去上课哦，就可能要排说比如说这一堂学会7字调，这一堂课学会什么东西这样子哦，就用不一样的方式呢来上课。尤其我们下周开始呢，这个日照中心的课程我们改成这个长辈以及身障的小朋友一起来聆听一起来上课，然后呢，让他们有一个期末的展演。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哦。再来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当然要穿插一下了哈。我们明天的天气，明天呢，这个台北地区、台中地区、台南地区以及台东地区这一些降雨的几率呢，都是差不多在20%、30%左右哦。但是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啦哈，这个雨具还是要备齐。因为呢，像我们台南呢，这个降雨这几天一直有在小小的毛毛雨，所以有点小小的紧张哦。来，我们欢迎我们的 F 大大跟 IC 大大IC 大大，你说跟你这个前女友的名字一样那你有帮我订阅起来了吗？既然都一样的名字。他应该没有像我这样子还会唱歌仔戏啦非常欢迎大家再来呢，跟大家聊一个今天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也是这个长辈族群的台湾国语大家知道我白天在这个超市业工作，晚上呢这个8点钟上来跟大家聊这个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呢，一个阿公他就走过来。你敢知影恁卤肉放伫倒位？是讲我们是超市呢，超市怎么会有这个卤肉放好的，就是煮好的在那里我就一直在想说奇怪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就又回问那个阿公说呢，卤肉那样结果呢，那阿公说对啊，迄用牛奶做的迄卤肉还是肉卤那样我都在想说原来他真的要讲的是卤肉啦，我想说奇怪，怎么会有这个卤肉？然后呢，在超市里面还牛奶做的卤肉那样听起来好像很奇怪这样子原本我想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问你们说这个我讲到这个卤肉开始呢，你们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又或者是呢你们有没有就第一个时间就知道这个阿公要问这个卤肉这样子像我妈呢，第一个时间她就知道说呢这个阿公是要讲这个卤肉然后呢台湾国语这一方面呢，像我们店里面之前也有一个是他完全听不懂台语的，这客人跟他讲说我要点那个青草茶啦，青草茶这样子结果呢这个不懂台语的这个店员呢，他也很努力他就在想说奇怪，什么叫做青草茶这样子他以为呢他要找这个陈小姐他就呢我们大家就开始在找经理这样子因为我们经理姓陈这样子，就大家就开始找经理。
后来呢，找不到经理之后呢，我们就派一个店员哦去问这个客人说：“哎，你到底是要找我们经理干嘛？”这样子哦。他说：“没啦，我只是要订车草地安尼啦吼。”所以说呢，如果有时候这个不懂台语的时候呢，我们下去做翻译的时候，有些人翻译起来也是蛮好笑的哦。来，线上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这个雨涵的电台哦，今天来到第33集哦，刚刚有想询问我们的听众呢，有观众朋友建议哦，我们应该像昨天一样呢，讲一点台语，讲一段台语呢，然后再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讲一段台语，再翻译成中文哦。但是其实这样子的冲突性就比较像是我们每周四固定的台语电台这样子啊。那呢这个听众朋友也有在建议说是不是这个台语电台多添一点这样子。但是我在想不知道线上朋友，我的听众朋友呢是不是你们真的都聆听得懂台语呢？还是甚至说呢，你只是这个在做家事的过程中放个音乐来做一下聆听这样子哦。来，我们呢既然节目讲到这里哦，刚刚呢有听到我们这个都马调，再来呢来给大家呢唱个歌曲，这一首歌曲呢叫做七字调。七字调我们一样用传统的这个新卡北北照三关，该瓦兽医回中原，以及我们小蛋呢一定要背的这个台词哦，四盆无单在四位，无风无摇花未开，这样子来唱哦。这也是呢让这个大家这些听众朋友你可以熟悉这些歌曲，我们呢来方便来做传唱，我也呢把它记录起来哦，来给这些日照中心的长辈朋友呢来做练习，来做使用哦。我们一起来练习这首七字调，甚至如果你知道歌词的朋友，也欢迎你帮我打上线上哦。这个新卡北北照三关，该瓦兽医回中原的歌词，也欢迎大家一起打上来咯。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哦。新卡北北照三关，该瓦兽医回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盆无单拜四位，无风无摇花未开。等待三家来当了水。了花心会交开。哇，欢迎我们的 F 大呢说太好听了，四盆无单，感谢你哦。我们这个 F 大大呢是指这个四盆无单这个台词呢非常好听，还是我唱的好听哦？来有看到这 F 大大写说呢，欢迎大家这个共襄盛举哦。为什么会写这个共襄盛举呢？因为昨天呢我在宣传这个
9月21号这礼拜日哦，这个台南艺术大学在我们台南的文化中心的展演的时候呢，因为昨天是这个台语电台哦，我在这个切换的过程中呢，我说欢迎大家一同哦共襄盛举哦，就不小心呢给大家这个台湾国语的概念了哦。今天呢，不外乎跟大家聊一下书籍的小知识。这个普通主管呢，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上所提到哦。现在像我们这个通讯的发达，这个科技业的发达，甚至这个 AI 系统，甚至呢，我们很常用这个看影片的方式，看 YouTube 的方式呢，来学习很多样的内容性哦。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主管职的人呢，可能甚至你可能不是一个专家性质，可能呢，你底下的员工都超出你所拥有的这些的专业知识，而且呢，超出于你的想象哦。所以呢，你要多多的去指导他，去引导他，去呢，这个认同他的这些方案他的做法。这也如同像我们在不管是家庭朋友方面，有一些朋友呢，他做的事情或许呢，跟你不尽相同，但是我们还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嘛，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去支持他，去聆听他呢，到底他想要完成什么事情，他想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哦。而且呢，你要制作出一个团队的时候呢，这个团队必须要有向心力，所以呢，这个团队当中就必须要有开放式的沟通，那你要有赋予权利等等等等之类的哦。我想呢，大家聆听这些书籍的内容啊，可能会比较想睡觉一点点啊，但是也是让大家呢，在这个聆听雨涵的电台的时候呢，可以吸取一些小小的小知识咯。当你呢，如果是一个团队型的主管啊，甚至呢，你是一个家庭重要的一个支柱哦，你可能呢要一个开放式的沟通，赋予能力呢，以及呢确认你的角色、你的责任，以及呢不只确认你自己哦，你要确认你的小朋友啊、你的小孩啊、你的家人朋友啊，甚至呢你的主管啊、你的同事啊，你要确定他们的角色、他们的责任范围是什么。当你认同呢他的角色以及责任范围是什么的时候呢，你才知道呢自己需要做什么事情，以及呢你所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去寻求这样的协助哦。来，我们线上朋友呢，记得跟我打声招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也别忘记帮我分享出去。另外呢，也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台南这个 PQS 的这个直播的器材行这个专卖店，提供我们配合这个声卡让我们的声音呢越来越好咯。感谢这个 PQS 直播器材的专卖店，感谢你哦。再来呢，你要维持一个团队的合作啊，你必须要定一个清楚的目标，以及你要有一个领导力嘛这些呢，撇除说自己是可能是家庭主妇啦，甚至呢是跟家人朋友方面可能就不需要具备这么多的条件，甚至你只是小朋友的阶段哦。今天我们这个这些熟悉的观众朋友还没上来，昨天呢也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哦。昨天呢，我们广播电台原本广播到这个9点的时候要准备做下播了，越来越多观众上来开始有不管是新旧朋友上来我们就不小心呢播了超过了时间播了80分钟还是多久，播到快9点半才下播这样子
所以呢，如果你去听昨天这个第32集的回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昨天这一集哦特别的长这样子。当然哦，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明后天呢的雨涵广播电台呢会休息2天，原因点在于呢，明天我要去看一下戏哦。那后天呢，公司有这个庙里的铺桌服务，所以呢，明后2天呢会休播2天，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下，不然你会扑空咯。当然哦，如果你加我的 LINE 或者是加我的脸书 IG 啦我们都会发布消息。我的 LINE 的 ID 呢 LOVEWANLIN 我把它打上来，这个是呢我的 LINE 的 ID， 也都欢迎呢大家加我的 ID， 然后呢我把你加进群组哦，但是骚扰的信件不要来哦，因为呢，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些骚扰的信件哦，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大家呢提供这个 ID 呢，是方便大家加进群组呢，跟大家做互动联系。当然哦，如果这个骚扰的，就尽量不要出现咯。来。这个是我的 LINE ID， 我把它提供上来哦。我想把这些资讯呢，把它统整在一起哦。因为呢，在 LINE 上的群组上呢，我们也有分享一些我们在日照中心的公益活动，以及呢，我的直播的等等之类的重要讯息哦。当然哦，讲到这个歌仔戏呢，就要讲到我们这一次所出的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打金枝呢，它是一个经典的戏出，不管我们的京剧、昆曲以及歌仔戏都有在做的戏。这一次呢，我们把它特别重新的编剧过，然后呢，找了我们的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以及呢，我们的音乐设计、音乐统筹我们的谢学成老师、谢香涵老师以及谢学祥老师呢，一起来做合作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 Podcast 频道底下的资讯栏有连结哦。这个 Podcast 频道呢，录到了第4集，欢迎大家呢去聆听看看哦。因为这个 Podcast 频道的第4集呢，比较特别一点点哦。我忘记呢设定主题，我就录了这个 Podcast 哦。录完之后呢，我才想到说，奇怪，我这一集好像没有一个主题性质这样子。所以说呢，如果呢有空的朋友呢，也欢迎线上呢去聆听我这个 Podcast 频道。第4集呢已经上线了，但是呢，就是有些广告这个展演的活动等等之类的哈。来刚刚呢跟大家聊到这个书籍的小知识，这个最强主管才是呢，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哦，拍摄给大家念唔对啊哈。抱歉哦，这个念错这个书名哦。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这样子才对哦。我们在这个28集还是27集以前呢，因为我们后面有3集是好友访电台嘛，那在27集以前呢，我们已经聆听完了一本书籍，叫做呢我决定再也不瞎忙的书籍哦。那呢在这后面呢，我们开始呢就会导读另外一本书籍，叫做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哦。那呢如果聆听觉得不错呢，有想要去购买这些书籍呢，也都可以到这些书店，不管是诚品这个政大书城都很方便哦。欢迎我们的美琴姐上来。欢迎我们今天呢，这个 F 大大、IC 大大以及美琴姐都上来，还有很多朋友是这个害羞不敢出声音的哦。
当然昨天有一个朋友是说他这个没有出声音，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他哦？因为呢，我们线上直播呢，我只看得到这个人数，但是哦，你除非你要有留言，我才看得到你是谁，不然我是看不到各位成员的哦。所以，如果害羞的朋友也没关系哦。这个害羞的朋友呢，我们不出声也没关系，我们就聆听这个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应该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知识内容的电台。我有点小努力，但是呢，明后2天，6日2天，我们会休播2天哦。原因点在于礼拜6呢，明天我要去看一下戏，给大家探班一下。那这个礼拜日呢，公司有这个铺桌的活动，所以6日2天会休息2天哦，跟大家提醒一下，再次提醒一下哦，明后2天不要扑空了哦，除非真的有临时可以开播了哈。刚刚跟大家聊到呢，这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哦。我们 F 大在问哪一出哦？因为我明天也有这个上班，所以呢，我明天是看这个秀琴的野台戏而已哦，我没有去到，不管是我们的高雄地区有我们春美的望川谣。以及呢，这个台中地区呢有新一方歌剧团的这个秋雪对吧？那呢，我明天呢只是看野台戏而已哦，因为有认识的朋友，所以我去探班一下这样子。那呢，刚刚讲到这本书籍呢。其实哦，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型的人格，或者是呢，你是家庭的重要的支柱，甚至家庭主妇哦，当你设定好一个清楚的目标，那呢，你底下的不管是小朋友啊、员工啊、同事啊、家人啊、朋友啊，他都很确定你清楚的目标是什么之后呢，其实哦，这样子你就不会被他的这个他的骚扰信件啊，或者是呢他的讯息啊给打扰到，因为呢他不需要呢一直来回报你，一直来询问你说呢这件事情呢应该要怎么样的解决呀等等之类的，因为你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给他。那另外一点呢是呢团队哦，当然就可以提升很高的效率。那呢为什么我在讲这一本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呢？跟大家讲的都是会跟大家讲到这个家人啦、朋友啦，甚至同事之间啦等等之类的。因为呢，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来做主管角色嘛。像我自己也是啊，我也是一个普通员工的概念。因为普通员工哦，昨天有跟大家聊到一点。现在的员工对主管是不是比较没有这样的忠诚度？这一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哦。就算你跟的这个主管呢，可能是你的父母，但是这个忠诚度可能跟以前这个传统时代的忠诚度啦是有落差的。那也就是因为现在的资讯量已经太大了，那呢忠诚度有好也有坏。也不是瞎忙的那种忠诚哦。那讲到这个忠诚度呢，所以呢才会用这个书籍的角度呢，把它换成我们不管是家人啦、朋友啦、同事之间的角度跟大家做分析，也比较不会呢限缩于这个只有主管职的人可以来做使用哦。先掌声鼓励。来，线上朋友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的呢？刚刚呢跟大家聊到哦，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叫做听众选择题哦？因为我们有听众呢在建议说呢，我们是不是哦以后的广播电台呢改成像昨天这样的方式哦，讲一段台语，然后呢把它翻译成国语，讲一段台语再翻译成国语这样子哦。那当然我也是要询问我们的观众的意见，
看大家的想法因为呢，我们不管是有老朋友上来聆听啊，甚至呢我们有新朋友上来聆听呢，我都想要听一下大家的建议。当然，这些都是做一些参考值哦，实质的建议呢，也都欢迎大家提出来咯，感谢你们。再来呢，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些书籍的内容，以及呢有唱到这个七字调。那呢，刚刚唱的这个七字调呢，是我们传统的歌词，这个新卡北北照三关。我们再来聆听的七字调呢，是在我们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它所要说的是呢，世界上谁比较大？你公主的身份地位有比我高很多吗？等等之类的还是呢，你的父母呢就是这样子宠你让你养出这样的公主病呢？当然公主病是我们现在的词啦以前没有这个公主病这个词嘛以前只有这个公主她本人这样子。来，我们线上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也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开启小铃铛。雨涵电台呢，主要在分享戏曲小知识、生活小知识以及书籍小知识。不管呢，你是在这个在做家事的过程中，在陪伴家人的过程中呢，甚至陪伴朋友的过程中，都可以聆听的电台。我们现在呢，要来聆听这首叫做《七字调》，欢迎大家来做聆听咯。世上何定是伟大，虽然为尊，你已甘知。天地君亲所着招牌，阮在亲上必敢知。在家何表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帅明。这一首呢，是我们歌仔戏传统的七字调。这个七字调呢，我们里面所写的歌词是这个驸马呢，以及在跟这个公主在吵架的过程中呢，在说，你是怎样？父母呢宠你把你宠成公主病了，是不是？那呢，这个公主呢，意思是说呢，其实我是公主的身份你只是我的驸马。改天呢，我来跟大家聊聊呢，这个驸马为什么叫做驸马这个词来，我们这个美琴姐说呢，国台语共用使用呢，应该会让你更有话题这个话语会更流利。毕竟南部就是国台语轮流转嘛没错没错，也可以啦我们线上朋友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也都可以提供出来让我们这个前探雨涵我本人呢，这个电台做到第33集了，我也想要了解大家的想法。昨天这个阿仁我们昨天最后有遇到这个福建的阿仁今天可能还没有空上来昨天呢，也把这个 CD 专辑呢寄到我们这个
大陆的不知道什么地方，他们实在太大了，我所要看手机我才知道。继续给我们大陆的一个老师哦，这个阿春老师，他曾经呢来台湾呢跟我们做交流的时候呢，有来教我们一些课堂上的小知识，一些唱法哦。像他们的唱法呢，跟我们台湾的这个戏曲的唱法哦，真的有些不一样。他们呢是把这个声音哦往下唱，奇怪哦，我们哦通常这个戏曲人哦，或者是我们在唱流行歌哦，我们把这个声音往上唱，这个声音呢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是哦，这个大陆这个地区呢，他们哦可能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唱法啦。这个老师哦，他教我们的是把这个声音往下唱，这个唱法又不一样咯。他说呢，其实这样的唱法呢，能让你的声音哦更洪亮，传得更远哦。所以说，你有时候看到他们一些不同的族群啊，他们在唱歌哦，很像我们这个原住民的概念，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响亮哦。我想这个可能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哦，这个声音往下唱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呢，也可以再聊聊其他的主题话题。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这个一怒打金之 CD 专辑里面的七字连空奏我趁这个放歌曲的时间呢，我喝口水哦。这个七字连空奏呢，是代表呢这个驸马说他的心声，这个公主呢说她自己的心声，两个人呢各唱各的哦，在各述自己的心里的内容。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连空奏，欢迎大家喽。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
今天呢，尝试用不一样的方式哦，用这个手拿麦的方式，不知道大家听得习不习惯哦？我自己也还在熟悉一下哦。要怎么调配呢？这个声音呢会比较好一点点哦。刚刚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那呢，其实哦，他在讲呢，不管我们是主管啦，不管我们是家人身份、朋友身份哦，也都呢要多多的呢去分享你自己的内容，不管是成功的经验也好，又或者是呢我们失败的经验也好。常常呢，我们如果是一个主管的人呢，我们会把这样子的失败经验哦，把它藏起来，最好呢不要被我的下属等等之类的知道哦。但是呢，这些失败的经验呢，或许呢是他们的一些吸取的方式啦，失败为成功之母哦。哎呦，看下那样，失败为成功之母嘛，哈。所以说呢，这一些呢，不管呢，你要这个分享这个成功的小知识，以及呢，也要带一些哦你所失败过的经验，这样子哦，笑死哦，对啊。哎呦，这几天到底在干嘛？我想哦，可能因为这样子切换啊，然后又筹备这些东西哦，我等一下还要再写课程，你们知道吗？这个我白天哦在上班，然后呢晚上上来做直播，然后呢直播完之后呢，我还要陪伴家人，完之后还要读书，读书完之后呢，今晚因为明后2天没有直播，所以呢今天晚上哦，不用背明天的这个直播内容，但是呢，今天晚上呢，我会背这个日照中心的公益活动的课程哦，会把他们备课一下，用个不一样的方式这样子。来，听众朋友呢，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开启小铃铛。这个雨涵电台歌仔戏前旦郑雨涵的频道呢，都是在推广文化知识，以及呢这个戏曲文化然后书籍小知识等等之类的。刚刚呢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哦，跟大家分享到。不管你是成功的经验也好，失败的经验也好呢，都要记得呢，把它分享给你的底下的同事，以及呢这些下属朋友等等之类的那呢，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们要尽量呢去散播你的正能量，尽量呢不要散播这些负能量哦。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遇到就像这个世界呢，它不是这么的完美哦。偶尔呢，我们会遇到呢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尽量呢来做这个，像我们节目最后都会有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尽量的呢把自己的观念想法把它导为正向哦，正念的态度。来，我们线上朋友欢迎你们哦！来，我们节目最后来做一下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好吗？还是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想跟我聊的哦？节目呢从刚开始哦，之前的摆设呢，摆设这个 CD 专辑啦，摆设呢，刚开始呢摆设我们其中一家的寄售店家，我们的卡雅永生花以外呢，现在哦慢慢的呢开始转变一下哦，摆设成这个一幅图画。你们知道这个图画哦，这个很普通的一幅图画。你们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个可能小学生还是什么的创作而已哦。这幅图画呢是我自己所画的，但是呢，我所想要画的情境是因为呢，其实哦，你们都知道呢，我爸爸在这个2月底的时候发生一些小意外，那呢，刚好呢有这个贵人哦，这个高总这个高老板以及石总这个石老板哦。所以我绘画出这幅画呢，
下面呢就写高人指点哦，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请比时间就把它记录下来。这个2025年呢，我们发生一些小小的事情，然后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呢，也让我出了一张专辑，一些小小的改变，小小的转变哦。这也是一个正念的想法哦。那我们最后呢，来练习一下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咯。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呢，我们呢来思考一下，今天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呢是不开心的事情，有可能是愉快的事情，甚至呢跟这个家人方面，跟这个朋友方面，以及跟同事方面，跟着我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所感恩的3件事情，不论呢是在跟家人朋友方面，以及呢又或者是呢在跟同事方面，甚至呢陌生人或者是店员方面呢，我们都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感恩的3件事情。同时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呼吸这个气息哦，跟着我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你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甚至在胸口，在脚底下等等之类的，都记得呢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的气息在哪里？我们呢可能肩颈酸痛，我的手脚酸痛等等之类的，都记得把它记录一下。甚至呢你已经做完这个感恩3件事情之后呢，也非常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大家呢可能刚开始聆听到呢，有发现了我刚刚这个腹式呼吸法的时候呢，不小心放成这个有人声的这个 CD 版本的都马调哦，很抱歉。但是呢，我已经做到一半，我想说呢，算了，先不要切换好了哦。临时切换好像也不太好，这样子。来，线上朋友，如果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记得留言给我，也别忘记呢，这周日这个9月21号，在我们台南的文化中心，由我们这个台南艺术大学所举办的这个南方起义的演出。售票资讯呢，在我们这个两厅院售票系统有200块、300块、500块以及800块。这个台南艺术大学这个合办的这个南方起义，这个9月21号的演出哦，别忘记呢去给他们支持一下。这一些很有艺术的小朋友，甚至呢一些合作的老师给他们支持鼓励一下咯。以及呢我们今年度这个10月19号由我们这个香城歌仔戏团在我们台南的归仁文化中心也有做演出，以及呢11月8号以及9号在我们这个高雄中山堂也有我们这个米雪老师所带领的新协新歌剧团呢所演出这个断香引这些演出资讯呢，到时候呢我都把它统整一下再放在资讯栏给大家。
今天的广播电台到这里做个小段落结束咯。那呢也别忘记哦，这个我们明后2天，这个6日这2天呢，我们有事情，所以休播2天。因为呢明天我要去看一下戏。那呢这个礼拜日呢，这个公司有这个妙方的铺桌活动哦，所以我们会2天休播2天别忘记呢，还没帮我订阅关注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推广出去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感谢大家哦。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怒打金之 CD 专辑的内容咯，感谢大家。公主阿罗山当年还境界，弘扬南征北讨，正功到四海。阮爸囝尽忠，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低位个。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理甲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捧红。恁爹家己正强讲，表示君王最难当。竟然阮爹无爱坐，才让恁理甲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大言辞对我上殿比君王低，你敢说我吹屁？公主，毋是，请你替我辩解呀！反恐之事，耍来无势利。兵对故意，出手来打金鸡，毋免强事大义。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遐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定准心的意。